华山基金会安南爱心天赛站7日上午，伫梅花里活动中心举办“父爱如山，送爱不断线”父亲节庆祝活动，邀请8位华山后辈多吉阿公，甲超级送幼儿园的小朋友共度这日。摸鱼美学工作室吕秀慈老师也指导小朋友画下阿公的面，都以木节画作，最后将转型成 T 恤，作为阿公上珍贵的父亲节礼物。这一点像你在画的时候不要太大力，轻轻的就可以了。独居伫北山尾的吴阿公，因为地处较偏远，四周围无商店、诊所，生活是相当的不便。好在有华山高铁服务车为阿公送物资甲关怀，才互阿公有饭通好食。尤其经过顶摆风态清晰，更互人感觉到高铁服务车的重要。不过，华山坐台服务车老旧，需要汰换，基金会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招团做伙来做爱心。前一阵子台风豪雨，造成许多偏乡孤老的长辈们家中都断水、断电、断通讯。那到宅服务车就像站长的翅膀一样，陪伴着站长。将物资送到灾区去，将物资一个一个就是都送到长辈的手中，温暖着孤独长辈害怕的心。目前因为多辆的服务车车龄都老旧，急需汰旧换新，希望邀请各界善事汇集千份千元的爱心，让每月关怀能够顺利送到每一位孤老的手中。邀请大家一起爱老人，爱心专线06-252-0940 06-252-0940。华山基金会秉持着照顾老人的理念，免费提供失医、失能、失智的长辈关怀访视、物资协助、教替服务等。希望有爱心的朋友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做伙守护台南在地古老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